大家好，我係嚴詠彤老師，喺三水同鄉會禤景榮學校任職課程主任同埋視藝科主任。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主題係 STEM 教育與藝術教育嘅結合。STEM 教育係而家教學嘅大趨勢。作為視藝老師，到底可以點樣將藝術融入喺 STEM 入邊呢？我哋喺發展一個藝術課程嘅時候，又應該有啲咩考量呢？今日我會喺度為大家逐一分享。根據課程發展議會編定嘅小學教育課程指引，當中提及到更新嘅3大方向同埋7大重點。其實呢一啲方向同埋重點都係同視藝科有好大嘅關聯嘅。而喺7大重點之中，跨課程學習同埋閱讀，同埋 STEM 教育媒體和資訊素養，就同藝術喺 STEM 教育嘅課程發展係有好大嘅關聯啦。而喺設計以視藝科為主導嘅 STEM 課程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種種課程設計嘅考慮因素㗎。當中包括視藝科嘅本科特質，以學生嘅學習為中心，教育趨勢、藝術發展嘅趨勢、學校現況，同埋最重要嘅係配合現行嘅課程指引。喺現行學校嘅課程入邊，除咗唔同學科之外，學校亦都會行唔同嘅特色課程，而當中呢一啲課程可能會牽涉跨學科甚至超學科嘅元素。喺唔同學科嘅定位界線越嚟越模糊嘅時候，視藝科又點樣可以喺從中定位呢？當視藝科要融入喺 STEM 教育嘅時候，其實有一個藝術4連跳係絕對可以俾各位老師去考慮嘅。呢4連跳其實係講緊4個視藝科嘅特色，而去到唔同嘅學科甚至跨學科嘅課程上邊，呢一啲都可以係我哋視藝科發展嘅方向同埋考量。呢4連跳包括跳入未知嘅探索、跳進電子嘅平台、跳進集體嘅創作。如果小朋友嘅作品可以上到舞台進行一個表演項目嘅話，我哋嘅藝術作品更加可以跳上展示嘅舞台。呢個藝術嘅4連跳背後係有以下嘅考量嘅。我哋期望學生可以運用到跨學科嘅知識去探索唔同嘅媒體同埋創作材料。而藝術科本身係一個展示性好強嘅科目。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學生可以通過多元嘅形式去展示同埋欣賞作品。當視藝科要融入到 STEM 嘅教育嘅時候，我哋亦都係期望學生可以掌握到資訊科技嘅應用去進行創作嘅。所以當我哋用 Art 即係藝術為主導去進行 STEM 教育嘅時候，我哋係有住以下嘅定位嘅。我哋唔希望藝術嚟到唔同學科嘅時候，只係作一個美化嘅角色。其實當藝術融入 STEM 教育嘅時候，我哋係希望學生可以透過從探索創作媒介入邊學習到科學同埋藝術嘅知識。而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為學生提供融合科技同埋藝術嘅機會。而科技亦都可以豐富學生作品嘅展示。以上係我哋希望各位視藝老師喺考慮用 Art 融入 STEM 科目嘅時候可以考慮嘅方向。不如而家等我哋從唔同嘅考量點入邊，為大家提供一啲實質學生做創作嘅例子啊。例如第一，從探索創作媒介之中學習科學同埋藝術嘅知識。我哋喺學校就同學生做過呢一個人像燈飾嘅創作。喺呢個圖片入邊，大家會見到小朋友係學習用單線去勾勒人像嘅輪廓，而畫出一個簡化咗嘅人像。呢個主題係學習咗畢加索嘅繪畫風格。而呢一個學習主題其實有一個好強嘅視覺元素，就係線條啦。我哋到底點樣可以用線條呢個視覺元素融入到去學習科學嘅知識上邊呢？就同小朋友要用到嘅創作材料息息相關啦。喺圖片上邊，大家見到學生用嘅其實係一條冷光線。呢一條光線係一個柔韌度好高嘅光管，佢嘅特點係用電量非常之低，但係佢喺夜晚嘅時候
就會有一種冷光嘅效果。小朋友要學習到底點解呢條光線可以有呢個冷光嘅效果呢？而點解一條光管嘅柔韌度係可以咁高呢？小朋友喺探索呢個媒介嘅過程入邊，佢哋會學習到冷光線佢嘅物料係點樣組成嘅。其實入邊就係有磷同埋一條銅線包住，所以佢嘅柔韌度非常之高。而磷喺黑暗嘅環境入邊係會發出冷光嘅。所以當學生運用冷光線去製作呢個人像燈飾創作之後，喺黑暗嘅環境一開燈，佢哋都好開心，因為作品真係好靚，而且佢見到自己嘅作品同埋同學嘅作品擺埋一齊，就變成咗一個好靚嘅集體創作啦。而運用磷光做創作嘅例子，仲有呢一個磷光圖騰，呢一個係4年級學生嘅作品。大家見到圖片上嘅磷光係咪覺得好神奇呢？到底佢哋嘅作品點解可以發光嘅呢？其實呢個作品喺視覺元素上邊，學生係要學習線條，佢哋喺組織原理上邊要學習對稱，而且佢哋亦都要學習圖騰嘅文化，同埋要去學習點樣可以用線條去構成唔同嘅圖騰，再同同學嘅圖騰組合起嚟。但係喺科學嘅知識上邊，呢一個主題就變得非常之好玩，因為學生嘅繪畫唔再係淨係使用畫筆，佢哋其實係要用一個紫外線燈喺磷光板上面畫畫嘅。當學生利用紫外線燈嘅光射上磷光板上面嘅時候，板上嘅磷就會喺激發嘅狀態，所以磷就會發光啦。同學就要想辦法令到佢紫外線嘅燈可以持續咁樣喺磷光板上邊照射，去激發板上面嘅磷光。因為當磷光喺唔受激發嘅狀態之下，光就會慢慢消失㗎啦。所以喺呢個主題下，學生係要探索到底點樣可以用紫外線嘅光同埋喺磷光板上邊進行唔同嘅繪畫創作。佢哋嘅燈可以係有大嘅燈可以做粗嘅線條，或者佢哋可以有細嘅燈又可以做到幼嘅線條。用唔同嘅燈出嚟嘅效果就唔一樣㗎啦。而其實光呢一個科學嘅主題嚟到我哋視藝科上邊係好好玩嘅。我不如再俾多一個例子大家去睇下。呢一個就係一個學生創作嘅全息投影藝術裝置。喺裝置上邊，你可以見到喺原有嘅藝術品上邊有一個影像。呢一個影像係一個動畫嚟嘅，但係點解動畫可以以一個半透明嘅形式呈現喺後邊嘅畫作上邊呢？而呢一個結合亦都令到呢一個藝術品有一個新嘅景象，就好似一個夢幻嘅城市上邊有唔同嘅交通工具啊、市民啊喺度周圍行走咁樣。其實呢一個表現嘅形式亦都係同科學息息相關。其實喺呢一個全息投影裝置之中，每一個裝置後邊嘅畫作前邊係放置咗一塊膠板嘅。呢一塊膠板可以做嘅功能就係我哋小朋友做咗嘅動畫作品係會放喺平板電腦上邊，而平板電腦咧就會放置喺成個裝置嘅頂部。平板電腦螢幕發出嚟嘅光，其實係可以反射到去膠片上邊，再打直咁樣反射到去觀賞者嘅眼入邊。所以喺前面嘅角度，觀賞者就可以睇到懸浮嘅動畫影像啦。而第二部分提供嘅創作例子，就可以俾大家睇到我哋到底點樣可以為學生提供融合科技同埋藝術嘅機會啦。喺呢一個創作上面，我哋嘅學校係讓小朋友可以做到一個水母燈嘅設計。水母燈每一個部件都係小朋友運用科技去創作而成嘅。例如燈罩咧，就係小朋友學習使用立體嘅模型軟件，然後喺立體打印機上面打印出嚟嘅。所以唔同小朋友嘅燈罩，佢哋無論係大小啦、形狀啦，都係唔一樣嘅。
而喺呢個燈罩上邊，大家可以見到一啲好美麗嘅玻璃彩。喺藝術元素上邊，學生喺燈罩上邊可以見到唔同嘅面、線條同埋色彩。學生要識得組合呢3種元素，再喺佢嘅燈罩上邊進行裝飾。除咗要學習運用玻璃彩喺水舞燈嘅燈罩上邊進行創作之外，佢哋仲要學習運用閉合電路，令到水舞燈嘅燈膽可以成功發光。小朋友運用咗立體打印機打印出嚟嘅燈罩，佢哋都要學習點樣去進行打磨，令到燈罩嘅面可以變得更加光滑，使到玻璃彩可以成功喺燈罩上面上色。所以大家見到小朋友創作嘅水舞燈造型睇落看似簡單，但係其實呢一個單元係可以俾到充分嘅機會小朋友去探索唔同嘅藝術媒介，亦都學習到可以使用科技去進行創作。而將電子繪畫融入喺投影裝置上邊，亦都係一個好可以俾小朋友融合科技喺藝術嘅媒介嚟㗎。小朋友喺做咗電子繪畫之後，佢哋嘅作品係可以運用到投影機投射喺唔同版面上邊。如果難度再高啲，我哋甚至可以將小朋友嘅投影裝置成為一個光雕嘅作品。例如大家而家喺影片嘅作品中見到有2隻貓上面投射咗唔同嘅色塊同埋線條。其實我哋係用咗一個特別嘅光雕投影裝置去掃描作品上面嘅線條，令到小朋友可以就住線條劃分嘅唔同區塊去投射出適合嘅顏色同埋動畫。如果我哋將呢一個技術投射喺大型嘅裝置上邊，整個裝置就可以變得非常之有互動性，而且佢嘅震撼度亦都好高。例如話，影片中大家見到嘅作品其實係有校舍1層樓咁高㗎，而喺作品入邊投射緊嘅其實係唔同小朋友嘅動畫作品。唔同小朋友奇幻而有創意嘅動畫作品組合起上嚟，就會變成咗呢一間夢幻嘅小屋啦。而其實電子繪畫亦都有好多唔同空間同埋題材可以俾到小朋友做創作。例如話，以下嘅影片就係一啲小朋友利用咗名畫進行2次創作嘅例子。電子繪畫可以俾到小朋友一個機會，將自己嘅創意無限咁樣投放喺自己嘅作品上邊。而有咗剛剛投影技術嘅幫助，小朋友嘅電子繪畫作品或者佢哋嘅動畫就可以投射喺我哋生活嘅唔同環境之中，而造成一啲好有趣嘅藝術品啦。而最後嘅考量就係運用科技去豐富學生作品嘅展示。作為視藝老師，我哋經常會喺學校尋找唔同機會去展示小朋友嘅作品，俾到佢哋有機會可以同同學分享同埋互相欣賞。有咗科技嘅幫助，小朋友嘅作品就可以用更加有趣同埋高互動性嘅形式去做展示啦。例如好似呢一個反轉大與小嘅 AR 虛擬實境創作咁樣啦。其實小朋友本身嘅作品只係一件簡單嘅陶瓷作品，有咗 AR 技術嘅幫助，小朋友可以將佢嘅藝術作品掃描喺平板電腦入邊。掃描咗嘅影像可以用放大嘅形式投射喺唔同嘅空間上邊，俾到觀眾一個特別嘅效果。例如話喺呢一幅圖上邊，學生就用咗誇張嘅方法去將佢嘅陶瓷作品用一個好大嘅形式展示出嚟。當佢展示嘅時候，其實佢嘅同學同埋欣賞到嘅觀眾都係覺得好震撼㗎。到底小朋友點解可以將佢嘅作品用咁誇張嘅形式展示出嚟呢？而更有趣嘅係，小朋友更加可以同自己嘅陶瓷作品進行互動。呢類型嘅展示形式就令到學生嘅作品變得更加有趣啦。有咗科技嘅幫助，學生作品嘅展示形式
更加係變得更多元化。例如呢一個作品嘅例子，其實係視藝科同埋英文科喺我哋學校嘅一個合作項目嚟嘅。我哋學校就住萬聖節嘅呢一個主題，學校英文科嘅老師就安排學生閱讀咗一本同節日相關嘅繪本。英文科嘅老師就邀請我哋視藝科嘅老師一齊合作，為學生創造一個沉浸式嘅閱讀環境，俾小朋友去閱讀呢一個繪本。而當時我哋就諗啦，如果我哋可以將學生嘅萬聖節創作都一同放喺呢一個沉浸式嘅閱讀環境入邊，學生閱讀嘅時候一定會更加投入啦。而咁啱，我哋學校嘅校舍就有一條投影隧道，所以我哋視藝科老師就將學生嘅萬聖節作品抽咗出嚟，然後將作品用動畫化嘅形式放置咗喺呢一個投影隧道上邊。成個隧道嘅投影就結合咗學生嘅作品同埋繪本入邊嘅故事內容啦。英文科老師就喺萬聖節當日帶同學生去到投影隧道入邊進行閱讀。學生一路閱讀，一路見到自己嘅萬聖節作品喺隧道入邊漂浮，佢哋嘅心情真係好興奮。有一啲學生仲興奮到喺個隧道度叫咗出嚟添啊！成個學習氣氛都係非常之濃厚，小朋友佢哋嘅閱讀過程亦都係非常投入嘅。有咗科技嘅幫助，學生作品嘅展示層面亦都唔限於只係可以喺實體嘅環境上面去呈現，其實虛擬嘅環境一樣係可以嘅。就好似呢一個電子立體模型作品同埋元宇宙嘅結合，小朋友用咗 Voxel 去創作唔同嘅立體作品之後，我哋老師就將佢哋嘅作品放喺元宇宙上邊。好處就係學生嘅展示不再限於喺空間同埋時間，學生只要將佢哋元宇宙嘅連結分享俾唔同嘅人，佢哋就可以隨時隨地用到佢哋嘅手提電話、平板電腦，甚至係佢哋嘅電腦，隨時入到元宇宙去欣賞佢哋嘅作品啦。學生喺元宇宙上面亦都可以擔任藝術導賞員嘅角色。佢哋可以同嚟到元宇宙欣賞藝術品嘅觀眾進行導賞，分享自己嘅作品。大家而家喺影片上邊見到嘅元宇宙展區，其實係我一位學生自己用一粒粒 Voxel 去砌成嘅。成個視藝展區都係呢一位小朋友嘅作品。小朋友喺完成咗呢一個元宇宙展區之後，我哋仲將其他同學嘅立體作品一齊放咗喺呢一個展區上邊，同學入到元宇宙嘅空間，互相欣賞展品，整個展區就成為咗一個集體嘅創作啦。最後，我就想同大家介紹點樣可以將學生嘅作品跳上展示嘅舞台。而家大家見到嘅圖片係一隊名叫 Art Rangers 嘅學生，佢哋嘅表演演出。但係佢哋表演嘅項目其實係唔同嘅藝術創作嚟嘅。例如話，學生喺視藝堂學咗立體紙雕之後，佢哋就將立體嘅紙雕放大，然後喺舞台上將紙雕拼合起嚟。觀眾就會好期待，到底學生佢哋要砌出嚟嘅藝術品會係乜嘢嚟嘅呢？唔單止係紙雕喎。學生學咗用輪光繪畫之後，佢哋甚至喺舞台上邊即場去作出繪畫，而佢哋嘅繪畫係有限時嘅。觀眾喺有限嘅時間入邊就會好期待，到底小朋友手上邊攞緊嘅發光畫筆係乜嘢嚟嘅呢？而佢哋最終畫出嚟嘅又係咩嚟嘅呢？而喺影片上邊，大家見到嘅就係學生學咗輪光圖騰之後，將圖騰放大，然後喺舞台上面展示。當學生將即時創作嘅光雕作品合拼成一個大型嘅圖騰作品嘅時候，觀眾嘅反應都係非常讚歎嘅。而喺最後嘅呢一個表演項目，學生就結合咗水墨畫同埋集體創作，
表演嘅學生要即時喺畫板上邊以白描嘅方法去繪畫香港嘅維港景色。維港景色前面仲有一隻好威武嘅獅子，所以當小朋友將佢哋嘅作品拼合起嚟嘅時候，就成為咗一幅充滿香港特色嘅作品啦。希望我以上嘅分享可以為各位老師帶嚟一啲教學點子，去啟發大家喺學校結合 STEAM 教育同埋藝術教育，令到學生可以透過多元化嘅學習去啟發創意，展示佢哋嘅才華。多謝各位。